係啊，各位聽眾，歡迎我哋做嚟收聽。邊好嘅你節目，今日請到我爹啦，唔是麥國達，麥國達就當大波事。啊，大波是馬古達，麥國達我們愛喎，麥國達水哦。馬古達較大，有我愛麥國達。較大。誒，探杯哦嚇。哦。咦，我知道對我咪俾麥國達啊。麥國達有大蚊嘅哦，有你看你哦。馬古達冇啦，但乜嘢代理嘅先？麥國達一面係大蚊，入邊就代理咩？麥國達唔是俾薄啲嘅咩？念劍款啊！唔是薄咩？薄咩？麥國達是有 rhinestone 嘅啊。啊，你看呢？我看。哦，無水嘅，我是個你啲啊，我是個呢喎。阿總應該請 pop 未請嘅咩？ ？pop 請嘅。哦，幫請嘅啊，幫請到無水。昂冠。我咪請昂冠是水人可能。OK，來，當今晚請咗昂冠㗎啦講。喂，講嘅話題是成都嘅，跟住昂冠冇關咧。成都，成都。Eh, peng na me, ibu peng 哎呀，boleh. 死背個嗬，啊佢喂，又 Hello. 等嘅咩？哦，我等嘅啊，我佢記唔記嗱，我哦？跟佢就嚟啊！老毛咧，即係毛毛菇特別冇聽到燈嘅哦。我冇聽到燈喎。哦，你等嘢啦嘛？燈起啊。OK，即係禮拜我咪講成都啦，話第一是講成都，成都路人最最不嬲加上擺全部成都都係成湯嘅。我過年哦，過年係咩？過Chinese New Year 嘅事咯，即係講佢哋係成嘅咧，就愛接成湯哦，佢冇交棒。哦，嗱，每個你錄把聲係咪先？啊，冇出嚟冇成都啦。哦，唔白啦。阿總錄咩？我定到我成都係飲嘅，冇成都係飲事。冇肯食青嘅糊，肯食鹹糊。呢個聲。我諗唔知咩？唔，誒特別我係講嘅厝啊，朋友一個成都嚇，伊個手啊，伊開成都是一病，然後壓落來嘅，壓落來嘅，落來，清嘅咧，你喂嘛特別交代話，你別使接話講嘅成都，你是只會冚起來你人面殺別出嚟咋，外口嘅開呢，會啊，啊，變成雕去，真係其實成日講嘅。你先要點樣聲調？係啦。แล้ว路人，我頭最成都上面票。 National。誒，我唔係 national 嚟嘅。Why 啊？唔想嗰時 Panasonic 啊？哦。誒，啷想 Panasonic？有 freezer。我未記，我後尾先未記啊。人哋有別劍咧。你幾興咁多咧？酷邦是有 Panasonic 嘅陣。冇 national。 National。 Singer 有哦。Singer 是點車呀？誒，Singer 成都誒。山藥。冇聽到唔是佢哋國家是你 Calvinator 啊 ，Double 啊 GE，I think 1950寫佢哋成都。咱 Google 看有哦，有在成都。GE 啊，我有 GE。啊 GE Calvinator。我 Frigidaire 啊 ，Frigidaire。冇。Frigidaire 即係比股票 Frigidaire 加誒，啷個咩 Whirlpool。冇呀。比股票啦 ，Frigidaire、Whirlpool、GE、Samsung 咯。當今嘅成都就真嘅，頂到嘅人講頂到，誒特別我人嘅成都啊，我記我只是講我成都嘅，我成都係呢只是 national 嘅票啊，然後伊是白色嘅攞盞我不是想。頂面 freezer 一啲是係咧。Killer 平常時成都啊， Rachel。苗係伊都妹開起零零嘅。成都嘅妹嚇，伊成都嘅妹嚇，伊成都嘅妹有一個啥 plastic 嘅 container，你使夾掏出來，一是去地煮嘅咋，地煮一倒落去，一是伊做你水冷嘅。古早度有喺物件咩？有啊，你特別伊唔是走到啲擺位啊，你就自己倒水就去入面嘅。有伊我古早啲做成都呢。伊外口嘅成都有一個安尼，後來地水你煮者對水吹出來咯，就特別嘅出。
แล้ว你知啦，同埋你講我係一個 implant 嘅錢條，我 implant 錢咪就長咯，所以我就話我嘅錢係吐啊好，我吹啊好，我吐掉嘢，一嘴就成隻我吹裡，乜嘢拗？未講你是格蘭咪嘅，你成日被吹。喲，我在講我在伊喺度接你，我特登在伊喺接啊另外呢，哇該。ว่าไม่รู้ค่ะลองดูหลังว่าตอนนั้นตาแม่ฮะ remove เลยสิ่งตัวเต้เทรย์ช่วยคิดดิ 對嘴，搭咩啊？古仔啲。搭咩意思？我是看就是 defrost 是一個度啊嘛，defrost 是一個度。寫成都嘅事，啊寫成都ว่าลักษณะว่าเขาจะเอาสิ่งตัวสิไอ้ตาแม่ไอ้ตีเมีย after dinner something เนี่ยสิ 哦，อีพอ佢哋是改了， I think it 拍了哈。啊， It because it's supposed to E3 evaporate 嘅。我佢真係看成都好，我感覺就 magic 喺你嗰度。嚇，係咪數？我說開是可以開，誒咁少咁。我成日你講 magic 時，你成日你諗 magician 嘅，即其他嘅都就得一窒咧啊！嗰陣唔有嘛，嗰陣時係時。你是不是慢慢冚一每慢慢冚，冚嗰電視冚？我成日你講做 magic 時，成日人做 magic 嘅壓咯咋，後咧就我困住佢裡面，一自己手拖出來啊，然後你估一估一對，然後我成日都成日你，一成都啊成日你興啊！我覺得咪呀物件對 freezer 位啊，ice cream 咪 freezer 位啊，嗬，然後佢自己手劍啦，定我係我定我入邊冚嘢。誒，你得話，還是你係少年，你耳啲有 handphone 呢？我你是 from one 伊 from 冇 two 幾歲 hello。呢？ Hello，伊幾歲呢？我冇 handphone，我教喊病去呢，你搞病去咩？喊你幾去？哇，20，買嘅啊，你幾年？ 27，你幾年？91，啊上去咯。喊比我較細喊喎。哦，你入狗呀？我入狗。我18年啦，好。我甚至咁啦報寫數呀。每年睇條就等嘅時間嚟報大號。嚇？我10嚟去嘅。就講我12去呢。我都細漢呀，誒阿漢，定住我嘟掉咧，冇啊那係 director。然後我看到笑到嚕啊，我剛想俾佢講，你看阿漢是你，阿漢是你細漢冇啊？哦啊嗱 ，OK，anyway，แล้วOK，成都嚟講，攞一記你講係 magic，你真係 magic 是你開喺裡面拎係係咩嘅？咦會？哦，可以自己倒哦，一直咧擠掉你 button 咧，自己我除咗係你 button。按掉咗除掉你 button 都算是 magic 啦。哦，攞嚟 freezer 啊，對，咱講就咪講你，頭先講你成都嘅第一水啊，呢個就 tray 嘛，你試你水嘛，你那是伊個裡面嘅 system 係，但是好勢嚟講啊，伊個自己伊個。貴咧湯咧一條一條嘅線啊，伊 evaporate 去，所以你洗嘅水不管真正濟呢，啦一個嘅大嘅。但是講你成都無好洗啊，一滴就濟水出來，所以你就被特買嘅去倒啦。有當時你無倒啊，伊會得成赤啲嘅。即係落三蚊鐘。哈，成赤啲嘅。我ไม่รู้ก่อนซิมซีก็ last time เลยสิว่างเลยสิ่งตัวเสียเลยวันดอเลยก็so that's why เป็นโจก็ตัดแม่ก็ไอ้ตัวนี้ช่วยนี่哦，伊 freezer 是到底裡面佢夾住你，伊寫住你鐵嘅 con，然後係就係 shelf 呢，然後夾呢。誒，我講你成都啊，嚇，你是裝我細漢時，查某婆啊？我是查某婆。嚇，在伊個 freezer 啊，是電管啊，但伊個 freezer 嘅壁啊是有酸酸對。伊只絲絲格格嘅有數，你再去烤一個。嚇，伊成個 snow，成個 snow，你可能嚇。嚇。แล้ว你ใส่คิดว่าต่อไปสุดก็สิกินข้าวเนี่ยสิอ่ะแล้วตีมตัวที่เอาไว้ลอย成個 snow 落雪เนี่ยว่ากินชิโต我烤一頭啦。我講如果喺你成都嚟看。有咩？有
咩？青色嘅，青色嘅。真係啊！一粒就4粒嚟嘛。你我係 ice cream 接去哦，我未看到 ice cream 咩咯，好似成隻冚咁樣。誒，卡加落底嘅嘛上。係啦，特別 freezer 係我 freezer 就4年嘅。哈，我在 freezer 一下就鐵嘅啊，然後呢都 surrounded by 鐵。哈。แล้ว有啥 element 唔知叫咩？你就掉然後呢？แล้วอีเล้ง嘅嘅嚇，แล้วก็唔知อีแล้วก็我就是你 freezer 係結生嘅嚇，你特別 defrost 嘅。冇你特別死嘢，冇醫生啊，哪嚟哪搞，你冇夠會係咪驚？你冇夠會係咪驚咋？咩？是有你看的咩？嚇，你就 defrost。但你以後水流咗字咗，嚇 defrost 時候，漏水嘅啊！跳多啲。是咯。你流落嚟啲，你 defrost 時候一般做一成一啲卡佢哋落出嚟 from 一鐵咋。แล้ว你ใส่一啲流水啊！แล้วไอ้เจ๊ตัวไปสินนี่จุ้ย咯。唔捌看過樣做呢。嚇 defrost 咯，佢 defrost 嘅 button 咯，當然冇啦，defrost 嘅 button。冇啦，我上到 defrost 嘅 button 呢，我係記。แล้ว你 defrost 過咧嗬，伊嘛是無算咧對哦。啊。แล้ว你望日超仔去放啊，黏掉。對。仲想掉嘅啊。Hello。好潮咯，咧你 get。哈，我講佢咧就是講，佢咧是佢咧 ice cube tray 啊嚇，就是講平常老師嘅，點解話係鐵嘅？你成日都會鐵嘅，嘛嚟，就是話 I 個 on 嚟，你是嘢係咪 ice cube 嘅破？要一個誒，แล้ว你 get 咧時你อันนั้นแปล起來，嚇你แปล起來時一做係吹，一直咁樣搬佢起來。對啊，鐵掉鐵嘅，冇學過啊？所以咧講話流咯。誒特別哦，一種線嘅啦，一種線嘅，當基本是古啦，一種線嘅嗬，就是伊個做成架係 plastic 嘅。特別，哎呦，我用 silicone 嘅咯。我嘅成都啊，係隨咗線嘅啦，伊是 plastic 嘅啦，你要攞嘅。如果你特別要一隻病，如果你對時就對時是轉嘅嚇。當今冇是安尼看，當今冇是安尼個。當今個安尼啊？當今唔是我都唔是家己水你倒水擺入來，因為家己做出來一隻咩？哎呦，迄個是你卡斯呢？當今我係成都只老啊，我係成都是我係個腦筋處，係咪是 OK？啊，OK 啊咪，俾佢攞定款咧嚇。冇啦。我係成都嚇，不，我係。呢個毛毛菇嘅啫，呢個冇去試過。嗱，我看奧迪都嘛有個奧迪都我看。我係穿糖盤嘅。那真格要咧。啊，這個轉呢成都。得啦，我看。嗱，轉個。哦，哈，對，哎呦，啊，幾酷嘅，我覺得成都。誒，唔知有探杯哦，嗬，唔知有探杯哦，正物件，你可能未見。哇，你成都水哦，哇，成都嘅雜咯伊。雜嗬。啊。這物件嗬。這哦，不到要是去吹嚟啊。嗱，如果有水，你水就自己填還是擺嘅？家己先呢，嗱，這邊為伊個自擺嘅，嗱，到這邊伊個登記。哦，登記到係啲哦，少有個啊，你咪說冇啥，我美國佢就是到最白入來嘅喎。哦，冇啦，同你政府有本，係嚟注意到這邊咯。啊，你有填咯？有啦，有用嘅。哦。你攞到填是填罐水嘅時係咪？填罐水啊？填罐水咧？個邊位？特別好。會使係 flavour 嘅水。我會記啊，會使係海邊啊。哇！你冇被寫，伊登記被寫咯。登記被記出來咩？啊，又係被出來嘅喎。哦。因為問你，就是講，就是等到我嚟厝嘅成都嗬，伊外口啊，你訂水嘅時往時一地個一地物件成個斜體睇印出來。啊，小阿媽看到唔教我人用咯，because 是垃圾嘛，所以你 supposed to be 成倒咗水落去啊，好創意，然後 clean 嘢。嚟成都
成都我要再當咗成都嘅價錢是來關啊。20千，嚇？哎呦，那落關乜喎？泡湯我開始看到泡湯千幾塊毛喎。無伊個水 liter 誒，伊行 liter 誒，從落來成都落大啊！嚇，伊用 liter 來算嘅。就講愛頂面一站，一啲一站 freezer 站，還是往時 freezer 往時就一啲啊，可能意思你。印度嘅 co S 啊嘛，係咪嘅？ freezer 啊，係咪嘅？啊拎嘅氣啊是點嘅嘛？啊，零 kilo。你都唔是頂面嘅好咩？哦，冇一啲人工一地下 freezer 零啊。人工地上人工地下降。愛看你嘅 model 是蝦米咯？有誒咯，伊嘅摩托甲伊嘅迄個方式是下啲下底，有誒是下啲頭頂嘅，有誒有兩個方式嘅。愛看你愛買蝦米啦，愛。安怎個好咧？你講話。啊？安怎蝦米 benefit 上面咧？安怎嚟個好？那是內摩托嘅話咧，伊就你就會使 adjust 咯，你愛伊快拎嘛。所以你 freezer 一個摩托 refrigerator 另外一個摩托嚇。唔是摩托方式 ，sorry 方式。哦。伊拍伊個 gas 嘅方式啊。哦。了，東京咧，佫有smart fridge 啊，會使甲你講，你無咧，你嘅 fridge 啊80% full 啊，哦20% full 啊，你愛買物件無？你就會使甲 Samsung Pay 去買蝦米。哦，要講你看下，無啦。冇啦，但係東京我唔知啦嚇，我無做工2年了。你講嘅是冇啲。你未成都嘅後定到？無，我是做 interior design 嘅嘛，真濟，我能介紹真濟成都嘅。哦，無想講嘅成都。啊，你做 interior design 啊？啊 ，writer。哦，所以你寫個關係個你 interior design 啊，介紹無想嘅成都呢？啊，比如你看。在 Hello baby。我那就去看成都嘅時候，看到這個 brand SME 嘟啊，Mac 400貴啲聽啊。retro 誒咪落好了嘅。我無蝦米 picture 嘅咧，伊是水個卡包嘅物件哦，它就可能是銀色，好看咧。水對。要 retro 嘅 design 啊，你講嘢。對in the retro 色傳。名 SMEG。伊唔知出成都呢，伊出真係濟伊嘅，一個 home appliance 啊，真係 classic retro 嘅。Harvey Norman 就是賣伊物件濟咯，吧咯。哦。Harvey Norman 個有嘅。哦。哦。你去學學幾年啊？做 Harvey Norman。有啊，這邊 Harvey Norman 是這邊來嘅嘛。冇幫伊就 smack 物件貴咯。貴。佢咪真係 class 咯，伊是真係 artistic 種。我為咱成都嘅成都關係嘅question啊。來妹。咱嘅成都嘅樓卡，咪講下 freezer normal 成都啊。幾樓？幾算嘅？高樓咁大。有時嘅啊。你小玲嘅事啊？幾算嘅哦？是唔是歹去啊咧？哇，小華啊，你會設定。開你媽，那清明沙。你試過吉生啊？試過吉生，我是你往時你係你追嘅咧係生。小玲啦，小玲。小玲了。你幫เขา阿妹。哦，但係是紅事嚇。你冇可能都講我係成都龜頭玲。就咁你幫落去怎麼播？我係隻紅豆生咗嘅，好嘅講。咩嘅？你幫落去伊就激生。幾日咯？幾日係冇喎，3日可能啊。你歹去就，若是你無收啲樓卡，係哋托嘅。咱講無常，咱講 freezer 係我見玩咗講生格嚇。作動嘅。生格啊！有一個成都嘅餅啊，生格餅啊。
生棒，生棒生汤，生汤，誒唔是那他生湯是煮雞背嘅我諗住是係雞生棒本背嚟，估啫。生幫唔是人嘅咩？生問講生棒啊，生棒嘅上嚟你啊，生棒是係死生棒人。燒劍會，冇較早是特別有啦，生棒是成個 industrial 嘅，咪是叫生棒啊咯。 ，industrial 對，嗯大粒較早我就印尼朋友過來嘛，嗯然後伊講學，伊是講雲南，你聽到我講講本地社就有在哦，嗯，我雲南嘛，yang 超家就講係本地社就對Indonesia 嗬，係是西洋幫嚟嘅。哦，一叫咩？我未見叫佢咩哦，真奇怪嘅話本嚟。然後 yang hospital yang 叫 rumah sakit rumah sakit，誒，頂得啦咪叫 rumah sakit 咗。hospital all this one The in，如果殺雞我聽過喎，我咪聽過本 rumah sakit，可能你都攏係講佢哋成都少人嚟喎，少面。插花呀，插花北京，少至成都那邊嘅。Pendinginan，本地人。叫 Pendinginan 喎， Ami ya 哦，是唔是？ oh lah Caucasus lah Caucasus，你識叫 Caucasus，alah 哦 Caucasus ，Caucasus 係咪 Caucasus 我唔要 spell peti sejuk lah peti K ais U lah L K S KAL 啊？ K U L K S。 Kulkasa， Caucasus 哦呀嗬，Caucasus。Daftar harga kulkas lemari es murah terbaik terbaru. Ah, mau baca kau itu kulkas? yang cekik koi yang ni lo 有數味嘛，樣面，有做半噸啊，你可能。eh mới long qua long sentuh bang chile fish magnet nga u影響哦 Hay bị ảnh hưởng? Saya chính xác做係抓呀。我諗我直情啊咪啦別啊，應該別啊，應該別。應該未嗬我辦佢唔我先講話嘅了哦你我看， inverter 咪 set 嘅咯。嗯，我看你 collect 係咪 magnet？嚟起成都，看成都。Jom， 先你物件， penting Bawa kulkas. lah. Oh nah, opsin. 你就是小 opsin 的物件啦，即你。個是，你尋晚你行去華盛頓係咩名？哈，比ramli。嗯。pyramid Tapi Ramli, ni Wala buat laki ketupat lah yang buah kai lah. Buat了。啊，冇咧，好冇咧。先出來啫。新厝啦，無貴啊，我水咯，當然新厝。誒，得啦，我看不了個，我看不了個，點解？你那塊，個掃啫。哇！等我看，我要看話伊下面即隻烘味嘅呀。因為我哋鳥，因為你食Tibet嘅，包。哦，Nepal，我去耶路撒冷。Qatar, Doha, 即係咩啊？燈籠節。 Everest. 咩我都冇 Malaysia。 Wih, dia kalau itu wih. 我嘛是想，我嘛係愛厝嘅，係咪貴嘅物件地方放樓頂，平啊便宜嘅地方放樓下。 Ini hasil dia. 你都話對呀？哦，都可能看咧，較貴嘅啊。啊，我唔是硬破本，嗯，เราไม่ขอไว้เหรอ 來，喂 refrigerator magnet ตัวจิ๊บเอง 如果 magnet 嘅時啊，都杜蘭咯。杜蘭啊，那我諗住破一個呢，我笑個了啲 office。如你明呢度 office 先到。冇啦，都。別位。哦。一個位有沒有？貴啲。香蕉、見蕉、ถั่豆、咪菇。哪有我 office 呢個咧？我哋。一路 office。香蕉咧啦，係ถั่。即係成日你即係咩嚟？鋼角啊，唔係你講咩雙角啊？花春嘢啊！即係豆頸啊，唔係，即係靈咬。靈哦。按照一行就成個嘅，你看你。即係成個嘅。很多啦，一嘅。見蕉。個別人別了伊。香蕉，即係見蕉。你ถั่豆好啊，即係。誒ถั่豆啊，屬於ถั่豆。
แล้วก็ Obscene besi ya. asparagus 哎呦好咯咁樣 phallic 咪叫嗬 Iya. Jadi iPhone 的 eject tu mu. 哈哈乜事อันนี้จะได้สิว่าแล้วบางคน另外是呢個มันเป็นนั่ง嘅นั่นอย่าง我ไป驚我是假撈嘅話明咧เป็นนั่ง有得睇哦，你變靚 road 的哈。你沙龍嘅假到了。那好啦。有沙龍咩？我見 Q 嘅，到時喺假到了。阿總裏面請物件哦。哇！我來杯啊，一款。還當瓜了。嚟，我想攞誒。Ah,快啲。這裡有你講這是俾我玩呀！阿玲，我愛到住參杯。邊呢？哇，好啲咯嗰啲我都記係你，讓係你 ，his 叫咩啊 ？heritage 嗰度嘅。啲糯米啦，糯米。我只嗰部都變靚咗喎。對邊啊，係啲水有啦，只隻。都最 heritage。嘛。是唔是 rubber 嘅，John？係。佢公司邊啊邊有嘅。八條機，變靚 road 喎。八條機。我都去這個。阿明年去啦。阿明年去啦。我對面我 call 浪坐去。誒。是啊，喇叭。你哋好邋遢，買沙龍不多啊。沙龍拍個撈。阿 John 掛住都細袋啦 ，John。芒果 Q 攞了，就係點啲芒果不多嚟。這裡啊，這裡是直俾好玩誒，雲吞好玩。雲吞，面攞粒一串嘅。攞粒一條。攞粒一條。咩嚟？攞粒啊！攞粒一條都講嘅。誒，安尼估啊，攞個記哦，攞粒一條。誒，個水呢？開始咪 beat 啊嚇！這是 Pixie 即係咧，要劈起來。Pixie 對啦。Makeup 啊 YouTuber ，YouTuber fashion guru。攞粒一條兩款。誒，當見 makeup YouTube 啊，真刺激嘅咧！做咩事？伊人真係歌手嘅咧，係咪然 drama？後白你 channel 啊嚟講伊人係 drama 嘅。哦，有 gossip 下，拍來拍去。哎呦，好狂哦！Jeffree Star 啦。好看咩？Jessie 好看啊！哦，真係好看誒 ，Jeffree Star。誒，你知唔知 Jacqueline Hill 啊，愛離婚了咧？誒，離了婚了。嚇？啊！伊間net冇啦。誒，把這人講 YouTube 啊喲。諗住 topic 講 YouTube 啊喲，OK，我寫起來先。出你 list。誒，我有 list 啫喎。阿 John 都講係講啉酒醉，都放啲 list 入邊。成個是。哇！你哋咁麻煩呢？叮當是講過啊，啉酒。大佬講啊，我阿未是醉啉酒，啉酒醉。講過啊，特別我係講阿未醉過。咁我仲講 Jeffree Star。你是唔是有飲咗你？係咪 Jeffree Star 是裝嘅，咁我講嘅。makeup artist 啊，Jeffree Star 咪 makeup 你啦。要 makeup brand 本嚟啦。我哋是查某寶啦嗬。伊看那個查某啦。伊是 transvestite 來啦。我真係裝講大媽是查某寶係嗬。哦，查某寶講係啊，冇，I think 是阿韓講係啊 ，Jeffree Star。唔是我講。冇我講 Jacqueline Hill。哦，大媽就是講 Jeffree Star 係我睇到。唔是我講嘅。唔是話。啊，當時比林你講嘅。啊？我想比林你講嘅。我聽到我是本嚟。我講 Jeffree Star 咧，有人講 Jeffree Star drama 明明比你嗰啲裝嘅。冇，我講 Jeffree Star 咪係 drama。係啊嗬。Jeffree Star 冇 drama 咩嚇？有 drama 咯。做咩事？係咪做 drama？episode 是安怎嘅？特特攞節啊，嗰是特禮拜啊。
唔是依家人家路，依家即個平時家即個你肯沉點佢先顧查某家路，咧個 Mandy 家路咧個家即個家路。gà lôจะเป็นได้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แล้วเป็นได้ฮอนนาว่าแล้วกาโล gà lô 是กาโด嘛กาโด你这好嘅我唔知叫咩？กาโล咯笑咩這好嘅我唔知教路咩？小咩？กาโลจะ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แล้วเป็นได้ฮอกเกนน่ะเป็นได้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สิก็กาโล咯กาโล哇，我不多有。係咪講กาโลไม่講個不得有呀你不到啲教路了咩？啊，嗰安尼吼。OK，嚟咧講成都，都是成都。講到成都嗰日有。成都啊，你人按怎用咯？成都。哎呦，我啲宿舍時啊，我係成都荷人擺緊汪嚇，因為我冇通買菜啊。即係物件個了去啊！黐孖筋，我讓擺個膜都冇計食嘅。你同 office 先讀啊，啷係名啊，啷物件？哦。我有一個故事講，係咩？嗰個好笑，唔是我啦，我係朋友大宿舍，本來就啦，大學時，然後規間厝嘅人是 OK，干那一叫，無咧小查某無解，直直食樣嘅物件。呀，你係食藥？伊家己無買物件，伊特登去 Tesco 對來有無物件手卡。咁咪係讀佢啫。然後係垃圾藥。朋友做一個去from 無咧小去嘅嘛。แล้วมาเสียงการ做伴ใน款咯แล้ว我嘅朋友 after 一下就垃圾無咪對皮啊，因為伊嘅物件直直減，แล้ว伊個家厝嘅人無咪識嘛，所以無講咯。แล้ว上擺伊家己買一粒細細粒嘅成都係佇伊嘅房間嗰個，如果是講物件貴嘛，แล้ว伊直食伊物件，伊袂打閒嘛咧，我係伊袂打閒。แล้ว是講，แล้ว我講有安尼食爛咩？食你未必是脆安尼款，甲是咪講？伊個牛奶啦，伊換一條粉啦，伊講今日啉到一瓶安尼款咯。等陣哦，伊換粉了前後邊先嘛，伊個簽名，個寫日子係咪咗？啊，然後伊本是改播改啉落去哦。個簽名寫日子個。啊，伊成就係就呀。哦，對啊。牛奶念嘛，應該錄下咧，洗衫水啊，洗卡就好咯。落毒個浪。唔免啊，配耐知唔知道啊？耐看得到嗎？一碟碟，你看我講多冇啦，食嚟爸爸。你係食藥還是食老西？伊唔敢反做啦，伊就是唔係用下嚟成都哦。你係是甲厝內人甲 close 時哦，伊甲發覺甲人哋物件冇抨擊。哦。然後甲人冇 suspect 啦。啊！แล้วแกบ่สิสิ叫人 trap 伊係雜喎。安尼鳥呀？伊唔知偷人嘅福建嘅，你知人嘅拖下本頭啊。呀。貼精。正你看袂出嚟，你知了伊呀，迄個 branded 安尼款嘅真濟啫。咪衰咯，無理俾物件食。啊！伊寫了迄個 grocery 入去買物件食。好看無好食。你別人送嘅啦，就是我 office 好像係物件。要來啊！要來啊！還沒來，還沒來。一號人我放啊，幾個字都冇食誒。哦，哈，你嚟嚟食啊！我知道啊，我到啲 office 有捌個人扣過嘅，因為啊，我開成都只炒味，你知道？伊唔知蝦米物，我都唔知係蝦米物件嚟啊！伊是一 bag plastic bag 啊，嗬，伊上擺啊。伊唔知是，我唔知是 original 係咩物件嚟，特別伊貴咧 plastic bag 嚇，變做水嘅了去啊啦，了伊水流嘅貴咧錯啊，流嘅啦，伊全部成啊阿西車咧車，會阿咧，了炒我是開成都嘛味到炒咯，แล้ว我咪想講，喲，安怎安炒啊 ，maybe。你家己用成都人開卡未必伊會知咯。แล้ว我等人家幾日日，แล้ว我 message 佢我嘅咧 office， 我嘅 office 嘅咧admin 啊，伊講伊就講 email 個人講，讓住住物件抄，家己寫啊。
誒冇人 admit 咧，冇啦 admin 咯，你我怎麼佢我佢死啊？冇人 admit 咧，誒，了人有下榴蓮這個成都啦。哎呦，我理解啊，後邊哦，出來哦，出來出來，包只隻誒呢，如果無熟，你開啊嘛，你榴蓮要啊，係成都冇借。好食零零嘅好食。因為我 office 有一盤 ice cream 嘛，所以我哋買隻 ice cream 係成都，一個半個字咯係成都，你貴你 freezer 是冇一個 ice cream 嘅，哎呦，但係講俾你食 expire 啲一定價㗎啦下格。按照你 office 攤食 ice cream 誒，我希望係頭家請我食嘛，你是請 individual 嘅啊？你講咩 ice cream 先？你講唔使你 ice cream 啦，係咩 ice cream？個晒嚟啊！講 individual 啊。按照 ice 係 cream，啊我呢頭家咩請都食 ice 我 cream。係我係 office 嗬，因為我只隻你係你 mother 啊，有 breastfeed 嘅嘛，哦，哇，你哈哈， freezer 起來時一棍砸你冇力，嘢力啊，哦，你問佢黏掉，冇啦，因為我泡米露，係咪咯？你知啦 office 我係 office。佢插幾個人袋住 floor 嘛，一粒成都呢嘛，哈，因舊家嘢係你，因為家己 ice tray 試下面攞邊個，啊，嗰是垃圾嘛，個機係咪 ice tray 啊？嚇你做生呀個機？嚇，家己做生啦，咧係面試下面啲，你嘛是上個垃圾嘢，ice cream 冇通卡。冇意思，ice tray 睇後面有 cover，哦，cover。哦，我唔知邊 ice 你 tray 開成都呢，你看到伊冷令我哋講，打死人嗰啲ปั๊令，你看你ปั๊出來還是佢粒零嘅咧？你幫人哋yakin咩幫做 sperm bank 佢哦， sperm bank freezer 冇夠零啦。 Yes, from bank. Oh yo. 我這點做每時做 bank 做嘅嘛對哦。嚇，所以我是每時跟他打 bank 啦。 Orang Cina bukan Cina. 哇計，係咪是啦。orang Cina bukan Cina，係咪數？我冇明白喎。 Iya, Itu ah. 哦啦。 orang， oh CD tu. 哦。 Memogo hamitut lah kau. Hả? Lu kau hamitut. Mai lần má, không nhiều. 見咩嘢咯？你你都放晒你看你。放西是放西啊！若是講要嘟嚟講係啊，毛毛古人就講放西。B 嘟，冇係講 B 嘟 B 嘟 Để hết à? Phải rồi nè. B 嘟咯係講。咱講放嘟嘛，還是嘟西嘛？伊講 B 嘟，伊唔係 B 嘟西伊講。Con sừng tu, con sừng tu. 成都人就講 S 嘟啊。成都嘅票咧， Tu sức. 成都嘅票，成都都當金嘅票，什麼票？但我冇看注意看到。 Kita tu. 啊，搞啊，hita 嘟啦，放少啦。好啦，看到你鳥啊，看到佢哋真鳥，有個老興嘅，看到鳥，哦，so cute 喎，boy，你其實之前老興 Kita 嘅， tu sa kita. 哦，sayang so 我 cute， 出邊嘅， sweet， OK 啦，出邊啦，即係一條出國第疫苗醫咯。 Đã sám, đi bảo rằng ít nhà tụi đấy. 但係仲係冇意，啱冇個疫苗。 你冇 have low 依個， Hả? Hay bị đấy? good boy， Hả? 你放少啦。你唔辦咗咩？咁樣我哋得啦。好似啊，咁你見你，你上一次講正嘅唔知喎，你真玩你嘛？往時古幫就只大步嘛啦，非常。 Mày bay luồn nè. Sừng tu, sừng tu, sừng tu. 誒，成都 OK，成都嘅人煮要做係咪物件係成都？睇下咪叫咪係成都。我平時成都嚟做 normal story，成個壽司啦、黃花啦、哈密塞啦，有嘢咩？物件啦，啥物 spaghetti 啦，呢度少啲成都啦。成都啊，燒 spaghetti，可是有可能會啦。Siapa yang biasa teh kalau je lah. Dia cakap sisi ling ling 你 tu. 誒，有啊。
有人收养你进去了成都那边呢？哈，金器是 safety 啦，金器。tapi 我個另外一個，我個了啲成都嘅只厝邊。我有一個是收我聽我媽講啦，我媽個無地當然，伊成養kampung 嘅人啊，養有驢啊嗬，養時候被去買啊，被買成都，但係個無電咗就一處，所以伊養嘅成都買成都啊，係3塊咯，嚇？係3塊先做တူ很少咯。Original 啦。那哪裡的電來啊？冇電呢處咁冇嚇，永遠冇電嘅。咦冇電呢？點解是？買度嘅bằng gì咩？冇你是有驢glass 啊，glass 仔哦，係咪叫咩啊？冇插電是臭味嘅咩？冇用過買。咁乜講咩啊？布督古花，你咁乜講咩啊？啊 ？Cold cast。Cold cast。Oh, I know what cold cast is. It's cold case. Cold case. Cold cast. 哦，生毒啊！哦 ，cold cast 啊。是不是 cold case 啊？哦 ，cold cast 哦。哇，咩咁少呢嘅？以為 Peti sejuk. Lang是叫 peti sejuk 啦。我再講下你有人啊係樣嘅物件啦，下面係成都嘅啊，喺度拍超市玩，可能惡成都咯。對，有咯。金器你捌對過早時你食完隻 ice cream 還是ice cream？你食了啊嗬？燒。因為嘛嗬，也嚟啲係啲糊係成都人。哇！對，我哋可以嚟哦。白超到啲後面。我想我個 ice cream 食可以嚟啲糊啊。啊，你成個 ice cream 食可以嚟咩白超入面？白超 flavor ice cream 啊，乜食過？我聽我而家吉利白超 OK。兩個都乖個，都愛我做，但係對我做咯。都關 ice cream 啊？混搶 ice cream。掉嘅，混搶 mix。就 cookies and cream 嘅呢？哎呀，你 cookies 是幾糖嘅？知道。OK， 成都啊，個做菜園咯，做菜咪是用成都做咯。成條小姑娘。我做你咪 cheesecake 咁都咪係成都。哦。誒，你店有 industrial 成都啊？有。安怎 industrial 成都還沒無想啊？較零。大粒咯，那係咩零咯？哦。即係食劇。我先知呀。未接啦，是講意思係咩零咯？哦。US 咪是用係 walk-in fridge 啊？看 depend 咯嚇，有 restaurant。有啦，這邊咪是比較隻 restaurant 咪是用 walk-in fridge 嘅。成棒咯，你叫。我啲 factory 嚇。你講打無啦，對我未去啊。我估做嘢皮康個捽個聽到先。你係咪你俾成都係是店未去啊？啊，店我未識試啊。哦，那當然冇啦。你咪是冇會去咯，我對意思。哎呦，佢條大嘢，佢做緊啊，對做緊啊。哦。啊。我哋成都嚇，我係浪仔講嚟 tips 講啊，嗱是講成都停電啊，浪仔講一直停電咯。哦，我家陣我冇時候被講先，哎呦啦。咩？我冇明俾你講咩喎？OK，嗱是講嚇，浪是去個破行行是咩冇地咩，浪唔知講浪成都停電嘛，啊是浪出來停電，浪成都唔是冇拎咩會歹嘢嘛，對冇？我哋對你就會講。Oh, okay. So, is recommended 講，但是講你要出去 outstation 你要 freeze out 嘅，注意咧是係一個把你見到嘅注意對面咯 ，ice 對面。所以但是講 halfway through 冇電啦嘛，電都對來啦，而且你 ice already start to melt 啦，你看到你把你見 somewhere in the center 啦咯。所以就係講我maybe你 food 就應該未使 consume 啦，對冇？哦。哎呦，我得食啊。Ah, pandai. Oh. It's a good tips, you know. It's a good tips.
我是看起来 OK 就食。微微啫，係啦，你開起來無臭味就 OK 啊，就食。誒，我想同你新嘅成都，你咪是你啊，大媽阿韓講啊，嘿，你成都無蛋。你成都，誒，你成都無蛋啊？對起你。啊，蝦米人嘅厝攞嚟成都嘅？我古仔，我嘛是。我啥嘞？係你成都咧？這是係鹹嘅，這係啲嘅。啊，成都係 chest freezer 呢？只係成都，只係 chest freezer 呢？冇啦，normal 係成有啲我是直接成都，直接 test freezer。OK。因為我嘅厝啊，真濟人嘛，所以我人運動愛直接 freezer 呢。哦，另外一件 freezer。Actually chest freezer，我對我 surprise actually 冇咁貴嘅咯。I think freezer 較便宜過成都咯。對。And when 我買嘅時候，我覺得actually 我那個 it's not as 貴 as I thought initially。你這個開起來嚇，成個這開成都起來嚇，大哥啦，海尼根啦，一直都係燒酒呢。佢哋是酒都，唔是成都。大馬都人講 freezer，但是你到啲 US in rural area 真係好用。嚇，你試下未？就係你解釋啫。你 freezer 你到啲 rural area US 時，so if you not the suburb 啦，not the city 啦，你假使你到啲 rural area 時，你淡薄 space 你飼一隻牛，或飼一隻豬，兩隻豬。了 after 伊人大隻了，你去睇，你迄個兩隻豬伊個白個疊落去 freezer，你一年你免買白咧。對，有人試過咧，用拍辣咧，用hunting嘅。deer。用拍落啊。用浸冷啦。แล้ว拍落。你落係落啊。我是買用浸冷係咧 fish 入邊。我會都冷咩？John 係你 KKKK 嚇。咩 KKKK？ Triple K 啦。Triple K。Cool class 都。哦，係咪數 Cool class 都？Cool class。有咩？Cool clan 啊。哦，Cool clan，sorry。頭先講未 Cool class 都咩？講了出嚟。你講咩我冇聽到，我笑咯。伊有站人咩？輕冷。輕啊！伊輕嘅伊冇站嘅，乜落站？輕嘅咪是係燒嘅啊？係啦，輕嘅要燒嘅，你幫佢先。日本嘅唔是有啊，燒成都嘅站人啊，燒成。一地啊！係啊！哎呀，咪打你嘛有咩日本啊？對。你試過喎？係你喺倫敦打手包。我落幫緊你幾年咯。哦，咪係係咪啊？if 人講 medical grade 嘅成都，佢哋有啦啦，生我到 hospital 做工嘅時啊。伊是講無像是講伊個咩伊個 temperature 是真 stable 嘅咯，嗱有 temperature logger 啊，咪講所以anytime 伊在早 1 or 2 degrees 嘅，我伊就彈了嘅。哦。落大咧。as 你愛落大嘛有，แล้ว伊個 temperature 有 between 佢哋咪嚟啥咪2 to 5有。แล้วabout minus 10幾度 minus 10幾度 minus 30幾度我個有 work with 佢哋 liquid nitrogen and fridge 佢哋是 minus 嗱係你時候都行你咯你 sperm bank 嘅 sperm bank 唔是我是做到 sperm bank 我 freeze 佢哋human stem cells stem cells 你係試能幫你做零佢哋fridge 嗱咯，你是 fridge 嘅。fridge 就零啊，我都冇咩知。我咪梅蘭。2 to 5嘅你講2 to 5啦。2 to 5 degrees Celsius 啊。แล้ว哦。字啊嘛แล้ว freezer 就幾多咧？冇啦 depends on 你 requirement 你會看你
requirement 都俾落開佢有 requirement。我是講成個人平時都處會生毒啊，伊生格是就領了個平常嘅。哎，我唔知。嚇，真係阿涵。生格就是 negative 10好啊，就是寫話。你成都伊阿爹冇啦。係咯，每個都嘛，我想知。生毒嘅 temperature 是應該是多少？唔知哦。啊，我睇住。我除 refrigerator 嘅 temperature。OK，咱看生毒嘅多數是。298啦，差唔多。頂面啊。阿爹啦。一啲7negative 10幾咯。誒，這邊寫40 Fahrenheit 就係。Fish 冇到8嘅嘛 ，freezer 是 negative 嘅。Ideal refrigerator 嘅 temperature 是1.6度。1.6啊。了freezer 是0度。less than 0度。negative。我處是 negative 唔知咩哦。negative 2。對。哇 ！Keep the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 at or below 40 degrees C 度。แล้ว freezer temperature should be minus 18 is 0 Fahrenheit。切到 negative 10啊。negative 係呢啲佢哋定義哦。negative 10。嗰只是16到negative 16到24咧是地力啊。negative 16到24。你燒機吧啦，白咧唔見咧。我未諗看 inverter 嘅馬路是那行 inverter 啊。inverter 做咩啊？電數啊。你使咩？係咪叫我冇明白我係咪嚟？成都會使啊，因為成都都開掉，特只開啊嘛。啊，對啦。會使。你使。誒，走到邊度播下啊，John 嚇。你咧我想 confuse 啊，我如果冇換出來後，我就係乾咗又。特別是嚟講個 inverter 咧，另外一個是 conventional 嘅啦。inverter 較好。inverter 以前都幾點鐘幾後咧，就是個聲是 before 幾點鐘。係咪？inverter it is very low 嘅 output 嘅， it is based on low 嘅 input to very low 嘅 output。但是咧，伊 aircon 嘅話咧，伊就是有一個 thermometer， 伊在路內面無安尼冷嘅話咧，伊就 very 伊嘅 power， 伊嘅方式較拍較慢淡薄咯。OK。那是生度嘅話咧，就講啊，迄個意思你使當作 inverter 嚟講是講，如果你temperature你開啊，你係21度嘛。然後一 hit 掉咧，普通嘅伊咪 cut down 咗咯。伊個冇烹啦，伊是嘛？伊冇standard 咧，伊咪 cut down，等住伊起到23，嗰陣時伊感覺都冇可能啊嘛。伊compare佢再拍，佢再行咯。所以冇多時間你開車啲 city 位都立油停咯。哦，用個節點。inverter 咧是 control 嘅一個 temperature，時間都順。登記啊，時間花 highway 咯。哦。所以都省油咯。所以 inverter 講到上面其實你會environment就注意啦，就是你到你房間位你攝1度，你超攝1度是攝5度唔好，你門就要冚咗，窗仔要冚嘅就。對。如果窗仔人講出去啊，一直被 hit 掉迄個 temperature 是一直行，一直噴咯，所以你省咗電咯。嗱個 inverter 以後是講如果是行8點鐘還是9點鐘落嘅嘛？嚇是啦，梗係看到啊。我哋咩 when 低掉？伊都梗係看到伊省掉差唔多，伊起到40%。佢都係用 conventional 嘅嗬，伊 stop 個行 stop 個行後，伊對。哦 OK。即係你物件，同我講啦，即係電腦機啦，所以你隔到特別是食電嘅。啊。inverter 是伊有那烹。一胖慢胖快來 control instead of 開強 control 下。對，一直行掉啦咩？慢。你 control 掉一同temperature嘛？嗰時你普通要做一個伊款上嘅哦，伊款上嘅平時係講你哦，還是無上？上嘅。我想特別伊有嚟係講有 inverter，有嚟係講無 inverter 啦，是哦。對，特別 gas 嘛都唔上嘅 gas。
我到的是 R32的新的 gas。係咪數嚟 gas 係咪數？大經啊，係大經嘅。馬路本來所以吹嚟有你加好嘅。係什麼？係什麼 gas 係咪數？佢哋是 CFC 嘅嘛，แล้ว有 greenhouse gas effect 嘅嘛，แล้วR32上加是招咯。哦，係。佢幫R32嗰啲冇咧嘛，冇用啊嘛。แล้ว哎呦，未曉啦，你可能唔記得。我個 technical 呢？冇啦，講啦，尤其是講開啊，啦冇要冚，要冚好勢，有人騰啊開掉啊，是有你冇冚煤啊，伊講直接出去未靈嘛，所以一直電呢。我可能 inverter 卡板靈咩？係 inverter 係卡板。冇啦，冇樣啦。冇數啦。伊是你power mode嘛，你電 power mode 伊嘛較緊靈哦，你講一靈到伊 temperature 伊就隔到呢，隔到佢又伊就對調順咧。伊是講你用 inverter 嗬，還是你照過8.5就是升，你過了8.5就是冇數啦。冇數啦，比如你用股你計在講一升嘅價位嘛。哦。แล้ว當時有陣時你出去一個，你免講冚一個呢，有一個叫咩啊？唔記啊。到時我都出去啫，有一個木咧，所以冇講就冚，佢都會人出去冚一個，對嚟佢再開嘛。所以開一個是一泵隻字是啊，一邊隻電咧。你隻塞開嘅時隻電櫃，你呢是？有一個叫做 home lift button。home lift。大廚啦 home lift。對，成日當時 office 嘅冇時用我成日為人我出去 office 我去買杯，我諗正我免冚啊。我做 stay home live 樣。OK，對成都。當時冇誒講下點解成都嚇？我就係個defrost 時嘅，一直升隔樓一直出來啊 from my freezer 嚇，然後我入出去掂關都係隔樓嚟吹嘅了，直接出嚟。你叫 Sadis 啊 John？ 叫咩 ？Sadis 係咩？哦 ，Sadis 咩？Sadis。Shadow Masochism 嘛，有人泡裏邊嗱咧，結霜咧嗬，咧等你等霜時夾出來，人家等霜完夾埋隻。個字叉了。細漢子有啊，細漢子。細漢子啊！你博士高嘅你。啊，你冇係啊？對啊。我自己自己做嘅泡米佬啊，裏邊啦。屌你媽！我都不知就是雕像個生丸的狼啊，狼有生雕的狼，是自己接啊。有係咧有。做生理嘅咯。我做到 ice tray 嘅。我做到 ice tray 嘅。細漢子用嗰啲 plastic bag 是掉。你見得嚟咯？我個細漢子做嗰啲蒜角嚟浸水啊，大粒嘅蒜角。浸水啊！我真係，這講我冇聽過喎。點樣做？提示點樣做？我做乜啲錢我買佢記得。冇古早冇用嗰啲安款出水嘅，即係在古早。水滴，嚇！蒜角嗰啲水滴呀！誒冇，講聽有當時你。水啊！你款嘅叫咩？對，水滴啦。水啊！嘅。concrete 啦。水滴啦，唔是咩？水壓，水滴啦，周圍處是叫水壓。叫水滴啦，成個細漢子成個在跳住。有的人係硬嘅，有人只是硬嘅咋，只是寫一兩筆硬。我是比硬。係是最硬咯，特別最係硬，佢邊個物件那邊有硬唔知。是㗎，最低咯，最低我講只最低做咩數當時你做特別係成搞啫哦，有當時啊，咱厝嘅是行登記嘅就係登記咧是 Apple 不准頭牌子，出頂就做一下，你一登記追出來就做，所以你做咩係成㗎？所以我用做。特別最低嗰條水嘛，你開啊，插落去就鬆鬆嘅嘛。伊係零嘛？伊係零啊！要諗嘅咩？咪啲動嘢。叫字啊！睇你咁樣日斷嘅啊出嚟。我變時半啦。呀，回去啊！我想講嘅成都，講咧會啊。講下你講成都下啫，對嚟啊！你拎冇教啊？你冇拎啊？唔會教啊！你 farmer 會對哪個？哦。你 from farmer market 嘛？你會對哪個？
咱捌聽過金枝嘅程度哦。哦，Korean 嘅程度要另外 separate 嘅嚇。伊 individual 嘅嗰啲無上 temperature，你使 set 無上 temperature 嘅。Samsung 嘅有啊，Samsung 有金枝嘅嚟嘅。L 我看到 LG 迄個LG H Mark 嘅，伊無上伊嘅嗰啲無上 temperature 你使 set 嘅，伊嘅價錢是 double 啦，咱美國價錢嘅。喲，แล้ว金枝安怎無上咧嚇？because Korea 嘅嗬，做 in big batch 嘛，對唔對？So 咱講甲我講啦，我就是幾部見每位我讀 Korea 時啦。講如果做 big batch 時嗬，做下落去嘛，所以if 咱係 normal 程度，咱開冚嗬，伊嘅 fermentation 嗬較快，伊會超酸。哦。overripe 去比較酸。So 伊人做只 batch 嘛，是 normally especially 愛搞 winter，但係伊死命做啊，嗬，到燒入去。So 伊是幾年來未通食嘅，直直到未通食。So 是 just 用頭頂嘅 compartment 嘅，and then the rest 咧嗬，伊是講安怎講啊？甲慢啊食嗬，伊袂講酸咯，伊 just nice。啦，韓國嘅主係金枝。你話LG 出嘅嗰一個嗬，伊有隻電視機嘅，and 佢會翕到內邊，伊佢會 sense 佢講好你下物件已經無了。叫你去買，你飼領無啊？叫你甲你爸媽買。伊有安尼款嘅 special 啦，我看到未歹，比較上我講 OK， 你捌到了咧嗬，之後你夾出來嗬，伊會 list 出來講哦，你捌到已經無了，shopping list 未歹啊。特別我成都啊，我 freezer 嘅雜嘢，我看伊 Cameron 就條 block 啊咯。我看我看過地質嘅成都啦，都是我水厝時。咱公司嘅嚇？唔是水厝，水房間嘅事。你 owner 嘅成都。一罐水本錢袂入嘅啊。喲，那邊係咩？了。金條。這是鄧人嘅成都嘅蝦咧。鄧人嘅咯。鄧人成都蝦咪有仔啊，咪咁樣冇食太。冇，伊是包一包你看只隻，等於 maybe 有做生意嘅上面啊。哦，我成都嘛係油仔本嘅咯。油仔咯，江湖鏡啊，你大了，咱咪是係成都。然後我甲你講攝者，伊我去水厝啊，水房間嘅迄個人啊，伊只成伊會驚啥？伊成甲三擺啊，我無看過安尼款嚟賣啊。伊早起 before 伊會驚車做工嘅。伊嘛先去做工先，所以伊嘛會 prepare no set the breakfast for 伊囝甲伊囝個 girlfriend 佇樓骹個位，然後伊個囝毋知伊嘛生意個時間分段啦，伊個三擺下一個熬，然後內面下米露甲牛奶糕，然後無沖水個，然後夾一個盤方冚掉，然後 breakfast 甲了做便便，迄個車馬甲了下掉。哇，學細嘅呢！哇！你講人家去 five star hotel，你看了，但係你早起我是第二個出咯，伊個囝是拉手，然後我看哇，其實啥物？你無敢食，你無敢食，那應該給食去。我無看人，你無成個沖水落去就會啉了咯。哇！這好學曬咯，這爽，爽咯。哈，第一好學曬是我。做咩事誒？我迄叫死人鬼啊！愛去嘛，愛加車嘛。你一大早起啊，我煮 breakfast 互伊 pack lunch 互伊一個月啊。是毋是迄個上個迄個 Ellie Wong 安尼款？Ellie Wong 係咪做 comedian 啊 ？Ellie Wong？ 無看第二集喎 ，Ellie Wong 嘅。第二集無咩好笑咯，差唔多上嘅。哦，是啊。伊個 comedy show 係講 about 一個上加韓講嘅學細件可以學細，佢目的係學細人。哦，一杯迄個是正三拜嘅事啊？一杯正三拜？唔是啦。我照顧你個上正三拜呢？你啦，你個上正三拜啊？正三拜。John Honey 哦。Honey 會去學細人嘅咩？
那可能學細都有啊。冇啦，學細一個彈嘛 ，in return。這是打波嘅。嚇，打波係定經啊？係啦。你唔是學細一個彈咯 compensation。係人嘛，你困啊，咪人關到佢死。我係 breakfast，你有係可米羅款，你有古靈果。誒，當今咱講啊，當今馬來西亞成都嘅票係咪票啊？但係咱講淡爽。Electrolux 是有做頂到是我人有一個vacuum cleaner Electrolux。誒，細漢時啊，你青色嘅成都是係咪票嚟？山藥。National。嚇？山藥。National 咯。National，我睇你 brand 冇去啊。有啊 ，National 變做 Panasonic 嘅嘛。冇咧。National 頂到是 National Panasonic 嘅 Technics 差唔多。Technics 佢哋話有一個 Technics 嘅piano。哈，對。嗯。你一個咪都是你邊個東頭嚇？Samsung 啊，第一隻物件新嘅物件咯。我東頭我一來 span 哦，應該是 Toshiba 東咖喱。東頭啊嘛。東咖喱。佢嚟打，佢嚟東頭。係咪東咖喱不啦？係咪成都嘅票嘅大漢？我唔知喎。係咪票？唔知喎。多西巴啊，一隻多西巴成都。看你安怎用過？成都嗰隻綁掉啦，冇咩點打。我成個鹽水係咪咪派咯？你係毛毛菇。冇啊，毛毛菇呢個冇派喎，毛毛菇成都冇派。而家啊，我都走咗落去。嚇冇嘢。佢呢？綁曬啩？安怎伊成都未派啊？無接教會去。哦，嗰啲 ICI 對樣啦 ，ICI 北港啊。哦，誒，即係 ICI 北港安尼啱咩啊？因為咁一時做一禮拜做4節啊，有時12 hour shift 嘛。哦。你唔是冇咧咩？伊 shift 啊？呢？實在是冇咧嘛？我唔知個有啊。實在是冇咧，聽講。你呢個時候4節了。我下本咧 ，actually 我其實我做工嘅時候，我小時唔知點寫嘢，做12點正是冇講一個大嘅代志啦，對話。嗰時是4 to 4嘅嘛，我係記得你講佢4 to 4嘅。哦。早起4點個 Apple， 4 to 4我聽到我成日都冇計，但是講我是9 to 9 OK 啦。嗰陣時 follow US 嘅。哦，係 time zone， 係 time， 哦。I see。你講成都嘅票 ，National Technics、Panasonic、Samsung，我們來西亞嘅票。Toshiba 係大支。山藥。Toshiba係大支對，山藥。LG 個喎，Panasonic、LG 哈 ，LG 本時係正機啊。這邊派啊，當然做一隻好 medium 啊 ，medium。哦，馬來西亞票，哦，中國，哦，係啊。係啊，係啊，馬來西亞冇看到啊，media 個咩 Hanson 咩啊 ？Hanson 啊 ，Hanson 啊 ，Hanson 啊 ，Hanson 冇來。嚇，等陣，看到 Hanson，等啊，你看到 Hanson 啊？伊是唔是到啲邊嘅？你係何超嘅？對，何超頭毛等等嘅。等頭毛啊！啊，多多隻輕輕多多啊，關關多啊。嚇，對。你都看到伊。你哪個你十名？哦，伊大哪個 place 是到底伊嘅入邊？全世界邊？哦，是隻螺入邊，你飛馬阿妹。隻螺邊。飛馬阿妹，嚇掉咗一大邊都冇叫伊啊。冇啦。誒，我講聽。我成個 gangster 你看。冇，即係黑房是非嘅人嚟，呢個到廣州看到啊，啲我冇未見。有咩？Hello, I think so. 你看到冇？這裡到這裡開車都未見呢啊！喺望咧等。我有時到國口我看人下，計我真未見人。哦，唔是你到啦，你未解釋啫。我等未見啦。你唔是？開車頭冇度等看啫。開車落咧等咯。I mean 係你白了，有of course 你是白了啦。你白了梗係真啦，你看到 2D 嘅時候，你冇咩見 3D 嘅。แล้ว有especially 你個舊了呀，個舊嘅人啊，
較貴，係收辣椒啊，佢哋講係自控控地自控控高，你看佢哋就帶你人啊。啊，即係抄落誒，你看到抄落呢件咯？抄落我冇見，抄落大漢啦，我唔見啊。抄落叮當時細漢嘅時，一落嘢咩？後期我特別走一麻堆咧，咁樣就啦，咁樣 recording 呀。因為都抄落嘛。係，我係做啲阿莫丹啊。阿莫丹嚇。我你冇聲啦，阿莫丹加。阿莫丹家即係十萬不真，十萬不真嘅嗱，十萬不真嘅，十萬不真有看到。誒，你話即係我哋都你這邊捌拄過就人真係拄過。蘑菇咯，豆腐雞，即係青枝，國雕，金先生。Wiwi娃娃，Wiwi娃娃冇，我嗰時 Wiwi娃娃我個 club 我學佢，我真係一直追。我個 club，冇啦，我個 club 我學佢。我咧，冇，你捌拄過啊？我去嗰啲店都冇地。有啦，別啦，แล้ว個追你看到我嚟電話嘅咯？A 啩，I think 應該是 A 啦。阿 John 嘅engineer 嘅你陽光貴，阿落未見你邊見你邊一聽到啲潮都會制事。啊，你係 glowing 嘅你看。阿 flamboyant 啊，哎呦，聽下呀。阿 flamboyant。你特地看到嘢咁大數。阿冇咁過咧，我睇冇，成條啦你看。咁大嘅嘅rambut咁大。阿 John 你咪顧多啲啦。哇，定阿 John 一杯幾阿 John？舊年我講到舊年時，人一個 Snapchat 人翕到，我到底我甲 Bruce 甲伊媽到底會去咧 Blue Mansion 嘅落鏡就是，人 Snapchat 我邊個見人 Snapchat 我看，แล้ว個另外一條小影相似啊，我在把朋友曝光到 Australia 去啊。唔知。曝光，我聽過嘢，伊到伊夾小影好我，伊夾小影好我，本是大我喺個 area 誒，攞人看到我人，啊你影看到我誒，所以你講得嚟。John，一部橋咯，住橋啊，冇用到車誒，翕小影好我看到我特價來嘅。阿 John 都樂觀，我5尺10，唔只關5尺10寸半 ，almost 6尺。哇！一傾了可以不多呢？係咪而家地殼？一杯個。就講地殼。100個。哦，100個。我諗地殼，都冇情地殼。100個，冇情，當然冇情。但係你講咩？即係這點你講咩？我嗰陣時我俾你去食 ice cream 嘛。哦。到底我俾我物阿 John 你都知喎。我俾翕 Snapchat 我看，特別第二天後尾數我時陣即係人嘅時間面色嘅，阿 John 你寫死嚟到成日唔會 video。你梅話後你是唔是叫你 hydrogen 係咪得咯？係咧，有嘢咯。我舊位朋友就去上之間嘅ice cream 嘅店嘅咋，然後我舊位朋友到啲頭整嘅就講個潮咯。咧伊朋友到啲上之間嘅，到啲後尾朋友啊，伊 Snapchat 咧朋友咧，伊看到一聽到我聲，伊真會聲。多先邊你只4年啦，只印度條人啊，呢所在只少。我講到只啦，所以特啲都話讀晒。Oh yeah！哦，讀我要做緊嘅嘛，我只啦是上位。哦，大啲都上位只啦。好啦，成都個，講成都 wrap up 成都派嘅事。成都就做派嘅，好多就知道，我可以冇人去做啊，話那可能唔見。就派就俾錢一籌，話先。因為成都人更愛是別使係，因為係騎了別係多啲嘅哦。嚇，安怎我記成個你搬成都你別使開店呢，你特別等。冇，下路係咩點正咗？你話冇話對嘅嘛？嗱，即刻咪在咯。即刻咪在咯，冇你搬厝呢？即係比林里。一啲先咧。
冇啦，用嗰啲古嘅成都。哦，你冇見你鬼頭邊到底成都位啊？你手直接，你小玲啊，那邊。你清理衫啊那邊。鬼哋咧，你放點正經啊？點正幾嘅使開？伊 gas 行啦個嚟。誒，你個幾半是請人搬啊？啊？你個幾半是請人搬？啊，我講講就是我是叫 mover，你叫你 mover 咧應該是坐一兩人嚟。有。你冇坐人嚟，我嘅兩到搬咯。哎呦，兩個到搬，你個拖到底一半幾錢哦？搬成死啊！你講冇錯喲。哎呦，我聽到搬錯我就驚咯。伊啦，我近來我覺得啊物件有26咧，覺得冇74小嘅 cash 啊？冇啦你。你廿個咯，呢個仔哦。72小嘅 cash。所以我你 furniture 嗰啲俾佢先，你叫佢masuk冇你解咯。你兩上來咧先你嘅事。嘅事是呀 IKEA 咯。IKEA 就佢跟佢刀。哦 IKEA 我是買 cabinet 呢，咧我係把你名稱啦，我係 dining table，呢是另外一個北京公司。furniture shop 嘛，對。哦，家私店。家私店嚇。做冇你搬死咯，還是冇你佢物件搬嚟，我搬成死啦，我一邊係你 resort condo 個無路，幾點個無路搬喎。哦。因為 strict 嘅有一邊幾點到3點，別使 drill，別使 hack，別使咩嘛。哦。我condo 攞成年啦，對啦。有啲北京搬佢入嚟。啊？係咩嘢？我唔有聽喎，我唔有聽。因為嘢北京嘅搬咗這裡。哦，北京，北京什麼意思？Nolak咩啦？北京是 MS 嘅 back 呀。哦，你 MS 伊 model 是咪做北京呀？有 Birkin， 我特別曉。有 Grey。有些懷疑河馬式，愛馬仕變河馬式。我有 Toyota Camry、Toyota Vios、Toyota Altis 咯。有 Grey，真model 嚟啦。我再講伊啊是金色呢。我邊有女上這個攞咧啊！伊個萬有金色嘅紙冇啦，百幾千嘅。別人你咪燒咗股，你古仔唱怪事類嘢咯。係啦，期待嘛伊。我講一個成都搬出。好啊 ，Rosmar。哦 ，Rosmar 是唱歌冇啦，你人生意男子俾啦，咪落人講嘢。冇啦，是係燒個大漢嘅。Rosmar 是唱歌咩？我唔知喎。字幕。伊啊，你係 on air 講還是off air 講咧 ？off air 講個字。我係講一個成都搬出嘅。哈，嚟。你成都嗰度搬出嘅，你好呀？搬出嘅我係 friend 一個，伊咪是做 realtor 咯，所以有自己厝，做青口。青口咯。所以伊咪是被一個迄個伊 actually 是聽 from 伊個青口朋友講嘅啦。伊咪是被讓被迄個蒙獨嘅蒙家獨嘅厝咯 ，high class 啦，嗰邊啦，伊係 condo 啦。所以伊古早一個厝主已經搬了啦，嗬，伊離婚解冇了啦，呢搬厝啊，所以新人啲其實嗬，伊講伊個古早厝主咧是伊是furniture 冇啦 ，electronic 咧appliances 嗰啲是 include 學伊咯，生學伊係 the next 嘅厝主啦。所以講哇，伊真好，哇，真辦事，真得咯，買幾隻厝啊，頭幾隻搬厝時，嗰啲物件伊。because 迄個 the one 古早新人咧，伊是無成都嘛，伊是水厝古早嘅嘛，伊搬入去時啊，物件嗰啲好勢，嗰啲 OK 啊，所以 I clean up 成都，開個成都哦，有一包物件哦。呀，物件？內邊是死人嘅。呀，人啊？即死人啊，即人嘅頭啊？唔是，18碌咧，呀，伊係冇嚟。你 rapping 你幾厲是樣。是嘢冇啦，你冇嚟啊！你家用個成都不打浪，我聽到佢哋。嗰陣我表情故意冇得水去學中國人嘛，
咱伊人中國人嘛大病，我咧after that 中國人咪對伊中國啊，伊對伊咁啊，一個月啊，一冚電你知哦，一冚喺成都電咯，咁寫電嘛，然後我朋友誒嘛都嘛去成伊看伊厝哦，伊成都冚電咧，嗬，伊物件噶啦，糊啊黑啊，但係抹開，我朋友誒媽咩噶，是阿咪就吵到我一下鬼要快過佢看咗。成個你咁虎鼻嘅，可能冷街。伊嘅流伊接流出來嘅啦。啊！伊接嗰出來嘢條。呀！但係路人講西蘭巴路好，我會記住下物件。哈哈。古早時有certain time period 時，我古早讀冊grad school 嘅時。我 lab 嘅程度入面，隔了都是人嘅 eardrums 隔了。eardrums 啊！伊人叫嚟 test 物件。哦。係啊，老講。係啊，老講。伊人特擺到去摸去隔嚟人嘅 eardrums。哦。啊，貴嚟成嗱，出嚟 project 我冇做啦，出嚟 project 都是出嚟等刷嘅人做，所以伊做伊 project 啊，伊嘅 lunch 所用想到，假冇，所以伊嘅 lunch 係點你成做，因為你西人嘅伊嘅 drums 咁樣貴阿咁樣都是咁樣喺入邊。係，你冇知佢啲真，真係準嘅嚇，我係知，我係話得準嘅感覺。都係。對。我 order 嗬，我去看嚟看廚師啦，伊唔食嘅咧，後話就我唔買嘅咧。哦，做咩事咧？伊講啊，伊嘅咧話真係 old fashion，你都看得唔見啊！哎呀，你講咁滯錯面嘅來定？啊啦，我咁點嘅咯，伊成都啦，伊物件啦，谷歌啦，點嘅咯，伊。哦。伊下面冇錯。伊谷歌唔就寫人白，煮人嘅白嘅。對。吹人嘅吧 You never know 嘅。人嘅包。我每啷咧，同埋成日咧，別使講嘅，伊成都入面把啲私人佢啷家用哦。唔講啦，嗰啲就用少嘅。特別你把人白嘢出來咧，OK 啦嘛。想人白嘢 OK。我 OK。但是用啦，你睇到是冇開成都了嘅，你驚個半死啊！做工 let's go for 做工呢 I don't mind not for own use 啦 not 唔是講講大厝嘅因為講對面對都冇特別係你是講伊嘅成都真正好嘅票咧，我真正好試過，就真正貴嘅。你有時我冇買嚇，我冇買。咦，我加咯，我用，好過後面可能比較危險嘅。You have to consider cross contamination 啫。你先講，你先講，我成日借電香嘅去買。冇啦，因為啲寫清氣嗰咧，樣嗰咧嗰咧disinfect 嘅料佢啊，好時滯講好時啊，特別是上次成都都咁樣。唔係講，呢個俾自己就講喎，John。啊，未做工作，過去邊邊就是佢冇嚴，就是佢嚟嚟跳。整個 album 啊，你多發你做物件，伊挑伊算 bacteria 啦。若是冷嘅嗬 ，bacteria 伊冇 exist 喎。哦，呢邊嘅。其實你都知啊，邊冇得得嘅。是啦 ，X-Men。correct。啊，你我買啊，有空頭是唔是？冇。一隻按照你先讀。咦，成都 Dead Man Sale。Dead Man Sale。我kalau share this thing 啦嚇，OK，這是 from 我 last time 我講為我到 hospital 做工嘅事啊。你剛才講你會教嘅人啦嚇，when 樣做 operation 嘅時候，你樣 remove 之類嘅 organ 啊，什麼 breast 啊，還是 stomach 係咪啦嚇？after 一亂夾 everything 嘅時，樣被講夾對嘅喎。對。Because nah, tak. Baik, habis tu because habis tu ketupat lu会教。會教 Muslim 啊？我講嚇。因為咩說咧？因為讓愛whatever body form 嗬，伊愛 into one piece。That means for example 啦
一个人哦，伊看摩托伊 accident，แล้ว伊手啊是只家里唔好好对条鱼啦，连三帮都对咧哈，ยังจะ去带，去监咧做类似嚟望你啫。哦，แล้ว所以人家己监咧是擺到對上一望我不到。阿高士啊 ，could be。你在係你公公哦，係你古早皇帝公公啊，太賤。無聊。啊，嘛是安尼講，太監。伊係八條嘅，走去試。八條。我講戲啦。你那是伊成是一條 accident 可以就你斷嘢學搞價嘅。啊，別使咯，我話別咯。呀，索性執嘢。我啦，就ทำ9隻底啦。有時9隻底。有時被 complete 嘅辛苦嘅了啦。as a complete person, not a whole person. OK， 你就會去講咧。So sometimes 有時 maybe 你掛開你 breast， but 伊人冇死咯嘛，所以 maybe 10年20年後個死，所以但係你死你咪講嘛，要燒多處。燒成都。你是咩咩？有出去大咩冇嘛？我冇出去大咧。我 already fix 咗，伊邊下呀，我 already fix 咗 chemical 裏面啊嘛。所以伊是 just 成個 when it pass away，是 just together 係一關咧裏邊。呀 stapler 啦。Oh, okay. If you講是幫到 hospital facilities 咧，係，但係咧，伊未使入對幫佢處那邊。哦。哎呀，真係個嚟講話鋪到對嘢。鋪到對佢大了誒。一佢頭佢大啊。佢大了，伊未使死誒。哦 ，OK。你咪手機對基本係輕易啊？冇啦，你手機冇啦，手機是按照談我咪咪啦冇啦。哦。壓力啦冇啦。我嗰陣我啦。哦，成日你去掛咧 appendix 本就夾對啦。唔是算到嘅個數啦，我負責去班啊，大起嘅時我未記計講，我係笑，叫佢笑後我係笑起，你都做好嗰陣時就未講我啦嘛，你可未講我啦，我就我變咗咯。next 另外一期嘅時，我就慢慢解講，誒老好啊，小期啊，都能搞掂啊！你明啊？你個牙超聲咩？未講牙超聲別來制。你麻木啊？人家聽。同埋講，我就問啦，我搞到掂。誒，你 wisdom tooth 係啊？依啲係你會食啊，有時都講係。會食嘅係你攞咧，點知佢？Yellow bean 哦 ，wisdom tooth 啊！啊，我是開刀嘅。哦，你對。伊興我第二刀興我時是幾拿第三四第啊？我會破嘅。破嘅啊！你如果燒掉樣啊，當然。你嘅做。嘅你咋？都只隻你。我想你嘅嚟做安定。又坐緊兩咩嘛？做安定啊！我以前嗱係你青島伊兩地魚。蛋雞，本隻蛋雞係你叫咩啊？講你食鹹地。三波。嚇，三波嚇。三波用手機做嘅咩？唔知。未必有咧，都唔知。超嘅。超嘅是雜波波嘅。條抓嚟嗰時係糊嚟嗰時係咩？它是糊誒。但maybe 是蛋雞啊，冇蛋雞唔是蒜啊。蛋雞成個白我哋看你嘛，唔是咩？哈，伊是為蒜啊。用個波做啊？點做嘅咧？佢自己嘅。係咩嘅？一個丟。大家可以看你哋，到底可以看你哋到係裏面一本豆腐嘅故事嘅嚇，佢係隻豆介紹嘅。哦。你哎喲，驚佢會死你！我未記哦。你是學快，我學地驚。我未記哦。隻股嚇？講你記白會酸。哦，講到啲表出來嚇。佢開起人小事人嘅會，哎喲！我哋都咪都話我哋都啊。嚇 ？Yes。你覺得到 hospital 做工嘛？幫嗰你成班啊，明白嚇？嚇？你伊個你成班啊，浪有細是有看到會滴滴滴啊無？
無啊，I mean unless 講佢買來去無會啦，怪前期啦。前期嘛，對，伊是一個味素 chemical 味素嚟嘛，對。特別你冇去有咧，那是想講你 embalming 嘅咪是有會掉，你冇 embalming 冇做嘛，แล้วif postmortem even 就是 postmortem 就是ยัง already drain when ยังตีกว่าแล้วมา so 佢 body when ยังที到ตู้是 already 是大แล้ว嘛。哦，係並咁好啊！迄較早叫聽眾講到外國做到根本伊規日豬嘅咧，伊你記啊？伊人家掂落去咧。Bobo boy，真正真正久咧，Bobo boy，我未記啊喎，我真正真正久咧。啊，伊是大 Ukraine 啊，大哦，伊名咩？係咪伊名咩 ？Bobo boy，啊，真係記誒。啊，係咪？喂，都這裡安尼無要緊你聽就好。Useless and fast 真正就好。係咪 episode？係咪 episode 啊？啊？我仲在係咪 episode 你 comment 你講者？未記啊啦，即係 at least 2006 2007年啊。哦，即係古咯。係咪 Google Boy？我那古咩？Bobo boy，這是我的古。真正久咧。伊講伊頭一道味到死人嘅味是未食個什麼愛熬嘅食嗰啲。哦，我未記咯喎。你落 hospital 係撞到兩個鐘都上妝，點解病啊？係掉啦。Unless ada kau cakap kau boleh claim lo. Dia boleh claim. Dia tu biasa bang eh. Cuma masih nah datang si student si mau pergi mui kau. Hele mau claim ya, ancoa he settle. 有人來收嘅咩？冇啦，你有是，我冇去未去mui冇。一個啥 society 是一個 group 嘅，伊是專家攞個主講嘅，那想有。後面是無人嚟收咧嗬，你出類，你出類 set 到即個物件可以。你刮擦嘅人有收嘅。啊，無人嗬，嗰啲做未刮擦人嘅類，有伊人嚟咁樣做後數嘅，人講即係做真好嘅。啊，伊人去扣啊咧。對。哦，好羨慕你看嗬。啊，人出類，人夠大便便咧。哦。你若是無人管咧，上較有咧有感嘅較久嘅啦，伊人有感，老人感冇，凊彩係一擺你看。哦。你無名嘛，你唔知啊？maybe 話你無感啊，若是燒嘅。燒。冇睇哦，所以第二燒。嗯，我知係你老人感嘅，不是看一個你怪談嘅啊，伊去係你山嘅時候，伊落。佢幫下啦，話你乜啦下？醫生都嗰隻病加死人嘅。講佢講是 bonus 咧，話咯。別使我記住，別使 bonus，記得住。冇啦咧。我冇啦，喂，我未出奇啊，我未出奇。啊，別使 bonus， OK，當然講個正式，唔知即係咪成都講個死人去咯，嚇，成都講個變成綁去。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度是點樣走去嘅老椒啊？毛菇咯，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ก็จะบอกโปฮาฮีช่วยคุยต่อสิไปจิกี้แล้วเจตันนะแล้วก็พอยเชียละก็กระตุกปะพิรามนี้กับหมอเจอติตุกับตัวรับเท้าก็จะบิไซกอง嗰個住啊，怎麼冇啊？這個是 somebody or miss somebody 咧？阿涵講嘅，阿涵講嘅。OK，anyway，OK，下禮拜再見，拜拜。誒，對嚟聽鬼故事，下禮拜再見哦。哎呦，個小影騰看 ，OK，拜拜。拜拜。拜。